这几天引起社会广大关注的山区失踪大学生事件，继昨日寻获一人之后，另外的2名学生也在今天下午3点钟被搜救人员找到。消息指出，2人身上虽然只有一点轻伤，但是精神不济，略显憔悴，所幸一切平安。对于学生贸然入山造成的这种事件，您有什么看法？各位记者先生、小姐，大家好，我是这3位学生的指导教授，我叫唐朗元。这3位昆虫系的学生入山是为了寻找台湾野蝉。台湾野蝉是属于保育类的昆虫，如果说成功复育的话，也就代表我们后面的这片山林的保育问题有了重大的突破。就算他们平安归来，也会面临退学的处分。您的看法怎么样？大家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最关心的是学生的安全问题。陈太太，你的看法又是怎么样呢？快说！我只希望我儿子平安，我相信他绝对是一个负责任的好孩子。應該最多嘅。我早已面對現實了。退後就退後。下課往前衝，直到人生密碼嘅。松綁一條蟲，相信自家無路用。莫衝就莫放。當當當當。嘿哈哥走，嘿松哥走，愛老愛教錯，莫強喐，眼飄的浪，安在心中。夜前盼夜夢。冬月松樹一種歌，看天不迷夢，大不了自家等起步。無偏就無煩，當當當當，嘿哈哥走，嘿松哥走錯。錯交錯，當當當當，嘿哈哥走，嘿松哥走，愛流灑在心中。and 就向他走。报道上。
兔妈，无上座啊，报道上加勇士啊，我太包饭。弟妹，来了！嘉义，妈，嘉义，我是啊，陈冠强。各位观众，听见了这阵蝉鸣了吗？销声匿迹已久的台湾野蝉，终于在这个夏天，再度在木宁村里向世人证明了他们的存在。我相信此刻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都再度体认到昆虫栖地保育的重要性。这全是你们的功劳啊！同学们，请问你们对此有什么样的感觉？这个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花了5年富裕野产的是我学姐谢以明小姐。这一次我们上山找野场的主意是我学长陈冠强学长的主意。陈冠强同学，为了台湾野产被退学，你认为值得吗？值得。野产的存亡比个人的前途重要多了。我很庆幸自己能够在这里亲耳听见野产的声音，这个就要拍手了啊！臭脸蛋，你宽照哎，很凶哎，矮自己呀，人山健靠，听说有关系。哎，地方，太仔子係嘛？嘿，矮太仔子，矮學數。總係經過希望，將蛻變成種。我願叫記得記得上嘅究竟一天，我哋好運行出來。心講到出弟弟，我哋老條班冇強用嘅，真正我哋會很等弟嘅未來。평年要做到林口啦，經濟唔好啊，仲失口啦。我要帶捧糖 ，It's better than Coke。那就買上色捧濃茶啦，上色口啦。好啦好啦，無愛搶也就好嘅，我幾多個？爸，你睇唔睇？傾下去托昆蟲呢？木太好，有乜個好睇？做乜嘅勇士？我拿資源卡本嘅時間，你係幾種用嘅？唔係用嘅。冇看嘅，要看無看，要玩重遊。
我记得几样事啊，中马嘅故事就中午咯，法也佢都唔讲。我说啊，今年捧同嘅善良就变少，点都工钱又硬气，几样事，我看到拿志愿卡，我去通农，唔讲，我感觉欢喜。说唔系冇欢喜，我去托群众呢。当然没呀，其实啦，人要啥就穷样啦。拜周年的那夜填志愿卡，拜周年的阿爸看到志愿卡，做安尼啊？爸，爱唱。我同讲哦，唔好闹到人抢啊啉苦啦，做冇事情的。人家按到人没出来的事情，你还睡不着呀？我就从雕多牛年书当过，长了盘。真经哦，不假。我顶个太，太啊，你咁啱啊！生意的心呐，是。迄退好，迄马钱是？你姐啊，阿吉啊哈就行迄对嘢啦，学校的事情过2年会怎讲啦？有没有发生安尼事情哦？迄咩廿个老师，迄唔着做嘛个作业，有没有发生事情的呀？迄行人哦，一定要听阿姨讲，听阿姨都教育这研究咧，要收拾动动呢，唔是惊。这，我看个童主任哦，应该要安样人啦，嘛知道叫要讲道理啦。阿姨，主任到诶。讲人多啦。各位，实在请歹势，因比我无注意，把大家炒饭嘞。有没有做得人讲哦？教育没有评估风险啊，有没有做得很生硬啊？命希望哦。不管用会讲，也咩负责，会使个生硬呢，虽然请鲁夫，不过要真个请勇敢。好的啦，前面无出事情，我再过一摆，老姑会 face 你。童主任，23号嘛要细年嘞，做唔错事情，这个马虎经验啊。阿赖拢阿讲，你学校亲自武器。礼拜哦，我唔清楚发生嘛事情，不过拜托阿赖正面请过来，我本月这摆机会好无？陈冠强，要把迄慢徛掉啊！主任，我要到要摆来莫能村以后，合作看到移民者研究，就本去讲唔通诶。合作讲，我要到昆虫呢，用无伊做点去证明野产大爆发的可能，迄眼唔好啦。我无向大家做好准备，不过合作无空用，上山前还应吩咐我要到。好，我知咧。
陈冠强，还想要继续读书吗？开学之前，青岛唔想要做个题目，证明唔还想要读书，我就本来替我嘅研究做，唔做得有职工博士班嘅机会。我博士班一年是个暑假，唔做得其实更清楚嘞。陈太太，你在那边就搞不能应付了，搞错了。几多麻烦呢？阿巧，你哇，讲土里的人呢，摸摸的哦，再问这位他。做人哦。做的。那个哈，妈嘅事情啊。你数存出来。妈讲过，唔通读博士哦，我都买台菜本。就算顺势哦，读博士妈几啊年，妈相信一定做得到。卡实讲，你做少年的老师安样呢？做得太好教书，佢都行得好啦。妈，我唔係本唔識夢。小朋友，你有才呢？第一拜是才，听说我会做好朋友哦。哦，你用啥做的嘿？这是哪事啊？哎，是谁啊？来贡本堂啦，来木林村司马克耶。哦，马家啊？错啦，你三傻刚有去做迄脑部超音波。哦，我咩讲过事情做忒，那做催稿。你搞变少，事情冇做忒，那有办法好好搞啦。阿强啊，那学长呢？你按摩经验？硕士房来啊？谁做检查啊？夹夹啊！冇希望。第二，唔知我做嘛改较好。连一本书就冇，唉，连一只毛擦珠毛，要唔可以另迄个地方？迄有一只毛擦超好诶。做嘛较爱毛擦啊？我在买上款到诶，买上款到普通诶，看看，见嘞。我动脑袋里烟啊。安尼嘿。因为啦，无啦，你这种地方用上会出论文题目啊，无 feel， 无 feel， 无 feel 啦。也嘿，上物价啊？上物价啊？难得咱三傻上个强用。咦？
爱秋迪，怎么个？有瑞成学长出来，唔一定，那有可能乖乖路都偏锋。别乱死了，要早时间唔是打工哦。真爽的細妹，一下應該啲嘅水美容覺哦。聰明。愛關心唔一定啊。迄管型瑞成，人着抢迄情窦初开副作用而已。要照副作用，叫人家就会命的。操！好啦，那唔免加緊對瑞成的趨光性，我叫到人跌下去嘅地方，真正發求救訊號。人家哈冇聽說係啲嘅驗出魯賓性漂流劑。哎呦，愛迄真金動關心太假咩？瑞成學長。好，跟俺出老昆虫系系草，杨一泰同学一日伴游松柏岭。哇！小贝哥，你做咩么？踢拜，暖身嘛。这你做对吗？做对。给骗啦！哎呦，团长！来了，在公会堂啊！难受好惨！好惨！就！好惨！莫老豆若着也迄个报道上影响，就撒屁路去。对烟必杀，我下迄老弟就喷水烟，很犀哦。俺丢我烟虫嘛。恁创咧？以明学姐，迄三杂四创的哦，你讲咯，本人好好示範，唔好暗用啊。示範。妈，拜托，迄个报道上就算唔去起，也会大爆发，好无？唔过迄早安本你示范班每期点击率，唔免搭3年去做一个。韩家松可歌可泣嘅故事好音，还有俺丢3年英俊的脸庞。示範啊，三雜四重的。应该，你怎么改啊？借花献佛。安不错。学妹，俺个名很唔旧诶，我又飞几多拜，还出某问题。是啊。OK fine。我有事情爱先不。我隔天做民宿，家境厝家伫遐打工，移民呢，伫爱休学，留下来拢会听书，故说厝家故乡，今尾转佛教。真劲哦！唔确定。我去休学天。妈，我100%支持你个决定。安子说，走。
等一下，老小族互加 FB 哦，佢就冇講嗌後英泰。我問佢事啊！你又英泰啊？迄群阿妹啊，做情商的最懂经验分享了。連呀，做乜嘢咩？真係媽寶誒！哎呀，英嘞，你要訂什麼嘅？尾巴那個醋咖，醋咖，唔可以聽下聊醋咖。點啊？做唔得啊？怪太，唔乖乖哦。青老啲啊，英兒講愛聊啲啊。好事嘛嘅好事，講。學長，有喊我，我嗌佢可以買面條嘅打機。哦，冇喊啊！係啊！買啦，冇喊啦！哦，那你有喊？遠。嘿，眼先來嘅呢？嘅英泰，都在試炒嘅轉眼出去冇？葉邊姐，你讓你聽阿姨。驚嗌咧！長幼有序點點。你用做幹呢？講好我一日半遊誒。迄個暑假太啊！我買東西哦，你讓你去哪裡了？我對瑞成學長嘅真心係唔會變嘅哦。我頂迄你轉股買東西聽，唔係有費啦，唔是啥。喏，悄悄講嗌得你開眼部哦。其實嗌啲啲山峰全部都山。聽日嘅注意，阿姐姐，3年前看到那個頂峰崖以後，咱們同鄉自家送一隻本來岸邊的人，不過樹強叫用誒，找唔出來。這係我嘅初戀咯，不過初戀太部分就唔圓滿，咁麼大情深。哪個意思？結束誒？哪個很忙哦？見點哦？昆蟲嘅愛情並不浪漫，而小蟲誒係講愛與結果，歌唱同得唔一樣誒。不過，我相信追求初戀嘅時節，比留發嘅信帖聽說係青苔。哦，你講講。土腳嘅啊，天擺秋嘅土腳嘅，喺咩青苔上？唔信哦，你等我一下。土腳嘅。你看，土腳誒，葉邊姐，本來一個禮拜，我做啲證明土腳嘅初戀，聽說係刻骨銘心。默默啊。驚捱錯坤啊！哦。
用啊。英凯，这么甲瑞成学长应上来，迄眼唔拉正，也迄眼唔拉聪明。爱弟诶，听说迄眼强创诶，又唔晓得上，唔当移民学姐，错冇？唔过，爱喊迄庆中医瑞成学长。你讲，做对老记，叫他来献家己，唔伫以后诶。姓名总嘿。And you。也唔免爱打工的地方嘿。唔爱冇必要。那间应该是个庆男士的奶茶。呀，张迄爱看过青毛的技术。编技术，爱咩买啊？红色嘞？唔该。再过一百。唔看。黑色嘞？你冇干？蒙用用啊！外面的呀。右手，右手，右手，左手，左手，再一次，耶，做到了！谢谢各位小朋友啊！野餐专项有一步靠近，然后耶，套住它啦！谢谢各位小朋友，谢谢。好，小朋友，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的大西瓜哥哥，好不好？谢谢，下次见喽，拜拜，拜拜，下课，下课，下课喽，拜拜。哇！没想到你们懂会吐声音的呢。Of course。哎呀，细细个时节，青好冬热天的时候，糖山呢出去唱歌，特别糖到山的出去唱歌，就表示出家爱来嘞，做得重要嘞。当然无强用，细个时节。一堂到什么叫啊？手伫什么会太爆发？遇到太爆发，俺下个熟悉辅导。哇！没想到你只爱做欣赏给你，也会翘课啊？好的，俺不考。因为啊，什么搞我那个事情啊，比欣赏较多。哦，这什么搞我唔捌个事情啊？爱就要大声说出来。嘿哦，给我喜欢你，用诶，无拉清楚呀。我喜欢你，小朋友，上课喽！来，小心哦，走，赶快用小跑步，小跑步，快点，我们赶快去教室上课。好，我们看谁最快把鞋子穿好哦。哇，阿姨哈，对，好。
好，快点快点，我们要上课了。还有谁的姐姐？对啊。上嘛？没事情，没事情。养朋友呀，哎呦，你讲以后呢，晒晒偷转来啦。好啊，哎，激动好运通吼，看佢身材，佢斯文猛猛的呢。哎，注意到好冇？佢肚乖乖嘞，今日开始哦，然后去做运动啦，训练。可以。老小组欣赏，像係普通朋友啦。唔過阿媽朋友啦，都好好對待你啦，哦。媽，我太好毛病呀，哪有可能講一句啊？唔三地先生係脾氣呀，也係因為我上天師冇聽錯，根本嘅我手扶嘅拗。佢樣唔甘呢？你有娘媽媽還個兩個阿姨幫你做靠山。錯，你講嘛？錯啦，唔快啦。家人。係乜嘅啊？阿強啊，你下吼都好好準備兩論文，佢同學生兩篇哦都搞完三煞啦。安子生，董爺，嚟，你幫他用啦。小朋友，你在做乜嘅？我被求偶了。有样啊冇样啊，係乜嘢？小竹老師啊，什麼？係小竹啦。小朋友，冇想到你按殺數呢。唔愛本人退學，有差誒，還本人告白成功，30臨門誒，還講請出博士論文題目，就真係五子登科，哇！跟你用一個。楊太，看小比丘昂神誒，聽說係 say yes，錯？準博士就會冇強用呢。準博士就某一撇嘞，哪個論文題目嘞？簡單啦，我做得做糞金龜的育幼行為啊。糞金龜的育幼行為？100年前他不會去下溝誒。我做得尋到其他嘅切入點啊！原本是個星空定向，就本人研究出來，有乜個切入點？秋太，唔愛啲嘅片落地下室哦。我公務人啊，唔是說啊，嘅哪有乜嘅啊？我俾到家姐啊，3萬大半6年咧。係啊，唔掉上看啊，這樣是，掉這麼個山峰情報多少嘛？去會啲實驗室看到從手術嘅時間啊。你看哦，學姐花幾多時間啊？讀昆蟲呢，就係安尼啊，係講風氣啊，就打爽誒。結果係咩風氣嘅？你講乜嘅？冇啦，學姐請大家去同處聽書。聽書乜嘅？滿暗道，行啦。我用啥？來啦！有太熱做婦女，不過見本面做一變好些，係些，麻煩你哋哦。
你们姐，唔是熟啦。徐瑞成，點解啊？為了水棚流下來啊！我就愛標下來，本小皮球做博士論文，題目手寫提否？標下來，唔對，哪有錢啊？你照顧，我就有樹有腳有碰觸，也為愛人天數，一早出家就搞本，我就明確冇問題啦。唔是殘想哦。連太，就生死與共，可以參做乜嘅？明秀有愛，老移民姐出來，哪有錢搶唔三三？好，我們茶葉唔會喝，病蟲害防治唔抵喝，住家蟲害管理唔要曉得喝。唔會，唔抵，唔曉得。那就講嘛，搞本來啊！做講嘢啊！為到冠強學長小皮熊的未來，為到對付臭馬的，我哋喎聽說會細數一隻四行倉庫。錯啊！我看到同到嘅研究題目。好誒，我哋嘅就本嚟調用啦。佢條研究蟲嘅器材，冠強應該沒有錯。安子生，耶！老爺係用嘅稀泡來，暑假了太金錢，愛老爺提供嘢來用嘅。Yes sir。童先生，童先生，童先生，係你好，什麼呢？本來這位阿強哦，按好嘅幾筆，按住先。係啊。對啦，我哋就乜唔知嗬，因為什麼呢？係啊，童先生啊，我有聽講吼，你啊附近有一間吼做客家菜傳堂，真好食呢。哎，你就叫我嚟食啦吼。唔係啦，太子，啲童先生按天數啊，三嫂應該愛來注意就澎湃嘅搶童先生，按用較誠意啊。好啊。三弟，唔是麻煩，唔是麻煩。童先生，我哋有來者是客，您哦都是我哋意啦哈。既然來者是客，我嘅主人哦，當然行家好好招待三弟張氣啊。唔通伊就近嘅市場哦，買得起嘅進來，我嚟煮，好嘛？好啊，童先生也曉得煮菜啊。哎呦，童先生又安排咯。哎，童先生哦，正經係新好男人嘅代表呢。你好，你講錯嗎？嚟啊，叫我嚟啊！好好好，嚟行啊行啊。嚟。別走啊！別走！走啊！哎呦，安慰哦，你看哦，大盤都色嗆嗆的哦。臭麻，你個菜哦，厲害哦。冇啦，迄三味哦，素煙吼，我根本嘅咯，將佢洗出來。好啦，這時候的童先生佢唔稀罕呢，我哋三姊妹哦喺關公面前耍大大。嘿呀，我一下冇注意哦，是都跳爆。已經是都跳爆，就會洗完啦。運動一下。好啊，來跳下來先。我根本有按姿勢哦，三姊妹個菜煮動好食咯。唔是客氣啦。幾好哦，童先生吼，特別帶你去買啦，一張重點。係啊，童先生，我哋唔單止要煮菜天天哦，我哋還要準備哦無窮樣嘅餘興節目。乜嘅節目啊？Yes sir。哎呦，真勁啊！真勁可是唱團無咧，啲夢年村哦，人家
恁会有真无聊咩？恁来个民宿可是做生意啊，大汉婆都做着来啊，唱歌跳舞，哇，当然好啊！有臭麻呛你，他跳舞啊哟！切麦香，哎，谢谢你。跟哥哥一起跳舞好不好？来，跟我来哦。跳舞啦，好啦。哎，谢谢你。那边喽。唔怕啦，我研究題目全都用嘅。差唔多嘅。唐先生，来堂讲唱歌请我堂。喊好啦，合唱团忙结生金钱，我比给人中医代表。既然有你，我哋三姊妹，我再组合唱团，有机会后考虑一下啦。好啊，当然好啊。有冇去跳舞呢？学姐，我请不论题目啊，我正经伫线上给充电嘛。有片啥？迄先生前2年的研究报告。呀，日本昆虫学家山下团队的昆虫微型机器人研究。那还有杨恩成呢？昆虫复原视觉研究应用。05年，昆虫植物病理学讲的是昆虫的多形性。我的博论题目：植物与昆虫间的通讯。学姐，你有按懂资料哦。在冲劳化学较有关哦。嘿，较好第3度甜度走啊。呀，等学姐你复学之后去加州啊，好。我应该唔会转去的。学姐，你按好做研究，怎么给封医啊？叶片有篇研究含较重要事情，等下去做。一条资料由你家排去完成，我就放心嘞。我研究题目全都用。6年呢？我想不出来啊！有八卦汤。不要。慢点老嘛。错，点灯。点灯啊！唔讲，迄尾特别多点去讲点灯哦。
无伊久哦，就会看到伢的欠死露命的照做出来。凉沙山的春叶了，心拄过送。讲惨惨的用你的影，笑眯眯的碰碰的影，到底个摇久的影，摇久的影，等待去。流水的皮痛，怪娘没得讲，给爱路比波，动物样了解死，希望的动作，清清楚楚。凉沙山的春叶了，心拄过。